来看高雄的警方抓到一个诈骗集团哦，因以假投资来诈骗，嫌犯讲伊是天道明尊贤会成员。虽然过去哦，天道明拢集中伫北部，也毋过即届受害者是全台湾拢有。警方嘛会针对背后黑道的势力继续追查。警方全副武装进入高雄这个私人新单抓人，因为嫌犯甲声明当作是安互因非法诈欺洗钱的工具。叫什么名字？警方抓到包括主嫌在内的7个人，发现这个集团涉嫌咧替其他的诈骗集团洗钱，嘛用假投资的名义咧骗钱，全台各地拢有受害者。不过背后的黑道势力，煞是过去毋捌伫南部有据点的天道明。针对天道盟在高雄的活动，那也以组织犯罪在进行侦办当中。那我们会持续来深入扩大的追查。天道明疑似到南部扩大据点，警方当咧追查源头，同时嘛爱避免因为帮派相突引起更较侪的冲突。不过诈骗集团的洗脑手法，嘛互新北市一个72岁的富人人损失惨重。以抵押不动产以及刷卡换现金等方式让被害人获取这个现金之后，再继续投资这个股票。今年1月，一个富人人加入投资诈骗群组，对方用抽到股票的名义一直拐人伊汇款，富人人就安尼连续汇13改钱，损失370多万。诈骗集团甚至搁伊摕家己的房地产去抵押换现金。警方抓到这个不法集团，嘛要继续追查伊背后的主使者。记者高雄新北报道。